高級組銀牌準決賽咧就喺大球場上演㗎。深色衫嘅公民咧迎戰藍白間衫嘅四海流浪啊！公民上場咧大勝神希5-0晉級，今場咧一開波就搶攻啊！新組斜傳俾中路嘅保連奴啊，佢快步推入禁區，喺陳偉豪面前緊處射入網，1-0啊！公民先拔頭籌，時間只係11分鐘啫。呢一球入球咧，純粹係保連奴乖巧，睇翻慢鏡啦，加上射得勁啊，徐偉傑封位咧都封唔住㗎。得勢不饒人啊！公民咧繼續施壓，又係新組斜傳俾左路嘅沈國強，佢一級快腳施射，不過咧俾徐偉傑橫身破出底線㗎。輪到公民嘅攻勢啦，羅志坤咧邊線斬入禁區啊，隊友咧接應，再勾翻入去遠處，趕到嘅林學熙咧門前撞入啊，可惜咧旁正舉旗啊，話越位在先喎呢一球。嗱睇翻啊，林學熙咧從後攝上啊，電視機呢個角度咧真係好難分咧有冇越位㗎。跟住咧，公民反客為主啊！後場大腳解圍，保連奴勤力啦。前場咧逼到一球界外球啊！保連奴咧隨即就抌個波入嚟，咁啊交咗俾隊友新組。咁啊球場有2個波啊，但係繼續踢。見到咧高盈志咧後上啊，掃把腳撞入啊！39分鐘咧，公民2球領先啦。嗱呢一球咧，流浪嘅球員咧任由對方喺自己禁區咧做3角短傳啊，先會俾高盈志咧有機會輕鬆射入嘅啫。咁啊，流浪2球落後之後咧，積極反撲啊！三澤線咧放波入小禁區，可惜咧澤廷鋒咧呢個離遲一步啦，失咗好大嘅機會。流浪咧攻勢一浪接一浪啊！左路咧開出角球，文佳咧6碼點啊頭槌，以為咧入硬啦，點知俾對方咧解圍㗎。咁啊，見到咧深色衫嘅公民進攻嘅時候咧，藍白色衫射咗流浪嘅謝天佑咧就攞到個黃牌，2黃1紅出場㗎。咁啊，而家亦都賽事嘅尾段啦，見到迪天奴咧攞到個波啊，唔理啦，喺中場30碼咧就射埋去啊！結果公民贏2-0殺入決賽。高級組銀牌嘅另外一場賽事咧，就係由南華咧對住和富大埔嘅，着住綠色衫嘅就和富大埔啦，着住紅色衫嘅就係南華會啦。咁上半場和富大埔咧有一個攻勢啦，咁啊左路啦，隊長安基斯睇下佢點樣搞啦。吸過咗文美德，吸過第2個，哇！喺跟住好混亂喺禁區入邊，跟住佢起隻右腳一射，好可惜係柱邊出界嘅。好啦，南華李海強罰球一抽埋去，好可惜咧，就係過唔到和富大埔嘅門將啊，邱於明啊，跟住角球，阿強哥又彎出嚟，哎呀頭槌啱頂到㗎啦，但係好可惜又係過唔到邱於明，將個波咧拍翻出嚟嘅。跟住嘅時間都係南華會嘅攻勢啦，徐德瑞得埋嚟，心口照得好靚啊強哥，但係又係過唔到邱於明，跟住李威廉再補中咧，但係好可惜射中網側嘅，仍然係0-0啊！角球徐德瑞一開出嚟，邵琪一作，好可惜喺角度攞得太盡啦，柱邊出界。上半場咧係打成0-0平手㗎，下半場啦，又係南華會嘅角球啦，徐德瑞。右腳內彎一開出嚟，涉前柱嘅白鶴一作埋去死角入網。下半場51分鐘啊，南華會領先1-0啦。呢球波咧，角球開得靚之餘咧，白鶴啊攝個靚位咧，亦都係經記一功嘅。再由南華會嘅角球，又係徐德瑞彎出嚟啊，邱於明咧就手錘打翻出嚟之後咧，跟住郭建邦令佢嚟一個笠頂啊，好可惜係過唔到門將㗎。好啦，李海強回後左腳一腳埋嚟。哎呀！呢個波後備入替鄭禮軒一作埋去咧，好可惜係中楣彈翻出嚟，跟住從後啊，亦都係後備嘅蘇沙咧，諗住頭槌執雞，好可惜頂高咗嘅。鄭禮軒呢個波咧就係俾啊和富大埔嘅基頓咧拉跌咗，結果咧就係紅牌被逐離場嘅。咁啊打多一個人喎，南華睇呢球波點啦？回翻後先，底線一出埋嚟，遠處。蘇沙頂埋去遠處角，但係又中楣，好彩啦！今次鄭禮軒呢就執雞保中頭槌頂入。下半場77分鐘啊，南華咧係領先到2-0啦。哇！打多一個人，仲要係領先到2-0，呢場波應該都實食冇黐牙啦啩。白鶴一個直線加埋嚟，劏穿晒和富大埔嘅後防啊！跟住鄭禮軒已經夠慢㗎啦，但係14號嘅郭永新比佢仲慢啊，跟住俾佢咧。慢慢拖埋去遠處入網，下半場81分鐘咧，鄭禮軒梅開2度啊，射成3-0啊！結果南華呢場波咧係以3-0擊敗和富大埔晉身決賽㗎。
好啦，睇翻晉級榜啦，咁啊決賽冠軍戰咧就係由南華嚟對住公民噶。射手榜方面咧，傑志嘅佐迪同埋咧比圖都係9球嘅，咁啊馬高信同高凡8球排第二。本週賽程啦，聯賽杯8強天水圍飛馬對4位流浪屯門對南華噶。咁啊，最後高級組銀牌決賽南華對公民咧，1月16號禮拜日下午2點50分，比賽台係現場直